都希望各位爸爸或者媽咪係在職嘅，都盡量係安排一啲家庭嘅時間，去珍惜佢哋仲係長大嘅歲月咧，同佢哋一齊經歷一次童年啦。我係一位社區工作嘅家庭醫生啦，咁都其實工作咗一段唔短嘅時間啦。咁當中有時即係都好多家庭咧，就即係男女老幼一家大細都嚟睇我啦。咁經歷咗有啲都成幾十年一家4代啊，咁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長期嘅認識啦。咁同埋當中咧都一齊經歷可能一啲生老病死啊，生活上嘅一啲困難啊。後尾都有進修一啲心理學啊、家庭治療方面咧，嚟到希望可以喺工作上咧更加能夠幫到佢哋咯。婚姻及家庭治療咧，其中有一句名言就係我哋因為相愛連結啦，因為一啲困難咧嚟到成長啦，成為父母啦，咁即係嗰個困難就更加大嘅，因為即係又要兼顧做夫妻，又要兼顧做父母。我哋都係慢慢學習點樣尊重、包容。喺書度我都有提嘅，你可以應付將來嗰個轉變好多，係會得心應手啲嘅，就係包括有效嘅溝通啦。解決一啲爭執嘅能力啦，學識可能要停一停先，就等大家過咗個情緒，慢慢再傾翻咯。每個小朋友都獨特嘅，咁我哋即係有時都會話，其實小朋友都係即係教識父母點樣去成為一個父母啦。咁我兩個小朋友都係同其他一樣啦，即係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想法啦。我都有試過失控都有嘅，譬如我哋都知道盡量唔好喺小朋友面前去發脾氣啊，或者係比較激進啲啊。咁可能初期嗰陣時咧，就正正就係原來即係咁樣咧，佢哋就會有個威嚇作用嘅。咁但係即係就唔持久嘅，其實呢樣。咁反而就係我都希望就係即係俾佢知道點解我當時咁失控啊、咁嬲，咁等佢知道其實原來即係爸爸會咁樣諗。好多時家長都會俾一啲意見嘅，咁最緊要俾意見之餘，亦都要尊重小朋友嘅意見咯。我兩個小朋友，一個就投身醫學啦，另外嗰個唔投身醫學，咁我都係正正就俾佢哋揀嘅。我哋做父母嘅就盡量希望可以幫佢俾到啲佢哋需要嘅一啲鼓勵。咁我諗第一步咧就係要了解啦，同埋傾聽啦，同埋即係接受啦。譬如如果你話自卑嘅，都嘗試去幫佢揾佢嘅閃亮點啦，揾佢嘅一啲可能可以建立自信嘅一啲方面啦。咁而驕傲亦都係啦，即係驕傲嘅人，希望佢就明白，可能佢背後有父母啊，有啲團隊啊、教練啊，先至即係得到今日咁嘅成就。嫉妒啊呢啲咧，就即係要欣賞別人之餘咧，就係了解翻自己其實係嗰個獨特性，進而就嘗試去做最好嘅自己啦。